買髮泥買到成頭問號，又或者一搽落去就硬到成個頭盔咁。其實新手最易中伏嘅係買錯類型，唔係你唔識整啊。今日我用3款最常見嘅髮泥、髮蠟同埋鋪眉，一次過講清楚佢嘅質感，適合咩髮質，乜嘢穿搭嘅風格，同埋點用先唔會黐埋一嚿。喂，大家好啊，歡迎嚟到魅力育成計劃，我係 Kyle 啊，我係一個做咗10年髮型行業嘅90後髮型師，係咪 Gen Z 啊真係？Gen Z，我嘅頻道咧會透過啲分享或者一啲自身嘅經歷，去幫助大家喺一個變靚變好睇嘅過程入邊咧，行少啲冤枉路嘅，包括外在內在兩性相處啦，或者自身成長嘅挑戰，我都會逐一慢慢呈現俾大家睇。希望大家可以透過我嘅影片，由一個平平無奇嘅人，慢慢一步一步建立到自己嘅自信，將自己嘅人生越過越好。睇咗開場白咧，大家都知道今條片係講啲咩啦。今日我會想介紹3款最常見嘅造型產品。for 男士嘅就有髮泥啦、髮蠟啦同埋鋪眉。咁呢條片咧，你睇完之後咧會學到3樣嘢。第一就係你望到你想要嘅效果，你就知道已經要買啲咩 product。第二就係知道自己嘅髮質，你係屬於幼頭髮啊、粗頭髮啊、容易出油啊，盡量喺揀髮型用品嘅時候咧，可以避免一啲中伏嘅時候啊。第三就係正確嘅用法啦，究竟要搽幾多咧？點搽咧？我都會示範俾大家睇嘅。買產品之前咧，首先你要知道2樣嘢，你想要成個造型嘅感覺係好自然啦、好雅面啦，定係好濕潤嘅感覺咧？第二樣嘢就係質感，你想要嘅效果係好鬆散、好蓬鬆啦，定還是你係想要好整齊、好貼服嘅？喺真正 gel 頭之前咧，都有少少事情想提下大家嘅喎。有3個重點大家要注意嘅。第一個，頭髮唔好滴水，一定要吹到去80%乾，因為好多時候你用嘅產品可能係啲雅面啲嘅髮泥，你想做到蓬鬆嘅狀態，咁咧如果你頭髮有水分係會令到你個頭髮 drop 落去嘅。即係即使你個 product 幾好幾硬淨都好，你個頭有水咧，係令唔到佢蓬鬆嘅。第二樣嘢咧就係針對頭髮比較幼嘅男仔嘅，你喺吹頭嘅時候，首先要用一啲吹頭嘅技巧咧，令到成個髮型嘅骨架咧 hold 住咗先。即係簡單咁講，其實立頭冇大家想像中咁複雜嘅，大家嘅 focus 咧會放晒喺啲產品上邊，但係其實可以 hold 到成日嘅髮型咧，吹頭係最重要嘅。即係你要用吹頭大概完成到你吹完出嚟嗰個效果大概70%，最後30%咧先係用啲產品去 hold 住佢，再俾啲質感佢咯。好多時候你見到個圖片係有攣紋，嗰啲係要用熱工具或者佢其實已經係喺髮型屋電咗，先至再做個形狀出嚟。就咁靠 product 係做唔到出嚟。第3個重點咧就係好多新手都會犯嘅錯嘅，就係咧佢哋會撩好多，用好大量嘅髮泥擺喺手度，然之後咧搓唔勻。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你用得太多，本身可能你嗰個產品係唔需要用咁多，咁你就會搞到你個頭過多過立啦。咁然之後第二樣嘢就係你捽唔勻咧，捽唔勻好多時候就會分佈得唔均勻。其實正確嘅方法係點咧？大概撩我諗一節手指嘅 size 啦，擺喺掌心度捽勻佢，要望到隻手係完全平均。再一個重點，捽勻咗之後咧，少量多次，平均搽晒喺個頭度啊！你覺得有啲位係，咦，好似爭少少喎，再添少量多次咁樣去做。咁咧，今日我會介紹3款比較常見嘅髮型用品俾大家啦，分別係比較乾身嘅髮泥啦，第2就係濕潤度中性少少嘅 wax 啦，然之後第3就係一啲好油光感嘅鋪眉啦。wax 咧，所有嘢最平均嘅，最多新手會買嘅，我都會建議大家買 wax。髮蠟咧，最大嘅特點係佢嗰個可塑性好高啊，佢做好多造型都可以做，好容易做到出嚟。然之後咧，翻手再整咧係比較容易嘅。有啲時候咧，你覺唔覺你搽完個 product 咧，佢硬咗喺度咧，你基本上你再重新再執啲形狀、執啲位置咧，其實佢已經係 hold 住咗喺度，執唔到噶啦。佢個光澤程度咧係比較自然同埋偏中等少少嘅，又冇髮泥咁雅面，又冇一啲濕 gel 咁水潤咁樣，偏向中間少少嘅。大部分男仔都會接受到，適合一啲翻工翻學嘅人士。如果你唔想個效果係比較誇張嘅，絕對適合你。咁咧佢個質感咧係比較係 creamy 少少嘅，推開咗咧係變透明或者半透明咁樣，好容易推得開。好容易推得開又唔代表佢係唔夠硬嘅喎。有啲產品有啲 wax 佢都係嗰個 hold 力係好做得好好嘅。好，第2個產品就係最常見嘅髮泥啦。通常佢嘅特點咧係雅面嘅，同埋好容易做到啲好蓬鬆嘅感覺。佢嘅感覺咧係比較粗獷少少，然後最容易做到啲蓬鬆嘅感覺同埋啲線條感。如果你中意啲雅面啲嘅、自然啲嘅，整完好似冇整過嗰啲咧，就啱晒你啊！你用髮泥啦，比較適合邊啲人士咧？如果你本身個頭咧已經好油好立㗎啦，本身如果你再用啲好濕潤啊或者好
好立嘅 product 咧，你就會顯得個頭髮好扁同埋再油啲咯。咁呢啲髮泥就啱你咯。同埋幼嘅頭髮，有啲男士頭髮好幼嘅髮泥都係比較適合你哋。但係髮泥最常見嘅伏位就係大家用嗰個髮泥落嗰個份量太大咧，你會踩上嚟嗰陣時好似好扯頭髮咁樣。解決嘅方法就係用翻頭先嘅方法啦，少量多次啦，同埋吹頭可能唔好吹到完全乾晒啦，吹到8-9成。俾翻少少水分佢，再去搽就會好啲。咁啊，第三個咯就係鋪眉啊，就係我本身好中意用嘅產品嚟，即係無論係一啲好街頭嘅感覺，或者係一啲好 classic 嘅男士嘅感覺，你留意下佢哋個頭咧都係會好濕潤嘅感覺咧，就係俾人一種好男人啦，我覺得啊，好男人啦，行得好前啦嘅一啲俾人嘅感覺嚟。所以本身我自己係好中意髮型上面係濕濕立立嗰種感覺。你唔覺有陣時沖完涼洗完頭出嚟照鏡嗰下吹頭嗰下，哇個頭濕濕地咁樣，就係男人最有型最有魅力嗰個感覺嚟，我覺得濕啊壞啊好壞嘅感覺。咁鋪眉最大嘅特點就係佢嘅光澤感好明顯啦，可以做到嘅位置好貼服啊，即係例如我哋亞洲男士，除非你去電咗髮，如果唔係呢啲位會好降咯。咁你可以靠啲鋪眉撳翻貼咧，做到個好整齊嘅效果啦，同埋啲線條可以好整齊嘅做到。例如你有陣時做啲你去 barber shop 剪個油頭咁樣，假設你嘥拍分個界，立到好貼嘅，你鋪眉先幫你做到。我哋髮泥嗰啲係唔能夠幫你立到咁貼嘅。如果你想要個效果好整齊，梳得好整齊，梳得好靚嘅，鋪眉適合你。中間分界、側分、油頭嗰隻嘅鋪眉適合你。如果你係着西裝翻工嘅，着皮鞋翻工嘅，你想俾人哋個感覺係成熟啲，你要俾你個上司知道你係做到嘢嘅，你係信得過嘅，鋪眉適合你。鋪眉都有分水性啦、油性，咁咧兩者就係油性hold得耐啲啦，但係洗頭嘅時候都會難洗啲嘅，呢個要注意下大家。咁而家事不宜遲，即刻 show 一下我個頭係點樣立出嚟嘅。嗱，首先第一步啦，瞓醒嘅時候咧，個頭一定係有啲位置扁咗。如果呢個時候你直接捽頭嘅話咧，大大影響你頭髮嘅蓬鬆度。所以我哋要即刻沖翻濕個頭先啦。油性髮質嘅男士建議用一鹼洗頭水啦。如果冇乜特別嘅，淨係沖濕佢。以我呢種前刺髮型為例咧，咁短嘅狀態其實冇乜造型可以做嘅。你極其量可以用個直髮夾或者用個風筒去吹一啲夾一啲紋理出嚟，但係基本上咁短咁多層次嘅髮型咧，你靠髮型師幫你剪嘅層次出到嚟，其實你簡單吹乾，用啱 product，該鬆嘅地方你吹鬆佢，該貼嘅地方你吹翻貼佢，成個髮型已經完成咗50%噶啦。我比較中意嗰種濕潤感強烈少少嘅髮型，所以咧我會吹到50%乾，我就會直接上 product， 後邊頭髮可以反方向將熱風咧吹落個髮根度。呢個方法可以好容易做到咧髮根蓬鬆嘅一個步驟嚟嘅。我會示範 wax 同鋪眉嘅分別俾大家睇下。呢個係 wax 嚟嘅。首先我哋攞一截手指嘅份量啦，然之後咧將佢擺喺手心度，用熱力搓勻佢，搓到完全勻晒。咁我哋就可以平均用一個陰力打圈咁樣去掃勻晒成把頭髮，然後咧不斷打圈不斷找咁樣，令到每一條頭髮咧都搽勻晒髮蠟。記住啊，唔夠先至再添都可以。咁最後你會見到咧，其實成個感覺咧，佢係可以做到好蓬鬆嘅效果啊！但係咧細心啲留意下咧，其實佢係有種瓦面得嚟，但係有少少光澤感、少少令身嘅感覺。你問我咧，我會覺得呢種感覺係稍為適合啲低調少少嘅人士。如果你係想焦點少少咧，可能呢一種 product 咧就未必適合你啦。好啦，接落嚟就係用鋪眉啦。咁鋪眉咧，佢會相對難推開少少嘅。你哋會留意到咧，我個頭咧係比頭先濕啲嘅。通常咧，我自己中意嗰個濕潤呢嘅感覺咧，我就唔會吹到個頭咁乾，可能保留翻濕少少。你亦都可以咧照吹乾咗你個頭80%，但係你落鋪眉嘅時候咧，稍為喺隻手度噴少少水，都可以有同樣嘅效果嘅。咁出到嚟嘅效果啦，其實同一款髮型，我只需要用唔同嘅產品，好明顯同頭先嘅對比，成個感覺完全唔同嘅。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後者呢一個濕潤啲嘅感覺啦，感覺顯得好似成熟穩重啲，同埋濕潤嘅感覺咧係可以將你啲毛躁啊唔整齊嘅地方咧撳得收埋得好好嘅。好啦，太多資訊啦，係咪啊？俾個總結大家，如果你想要瓦面嘅髮泥，想要自然少少嘅 wax 髮蠟，想要明顯濕潤感、光澤感嘅鋪眉，如果你頭髮好幼、好易扁塌嘅，髮泥優先，其次就係用一啲好輕身嘅髮蠟。如果你本身頭髮唔係好幼細嘅，其實3個都可以試下唔同嘅風格咯，按翻你嘅穿搭風格或者你翻工嘅
嘅整體風格去揀 product 都得。你今日着衫個 vibe 係咩？一啲街頭自然風嘅髮泥啦。如果你翻工翻學萬用嘅 Rest 啦，唔使諗。成熟斯文就 Pome 啦。今日分享咗俾大家知道3種男士最常見嘅產品啦。咁坦白講，呢個係新手篇嚟嘅，即係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好啦，呢條片講住咁多先。大家想知啲咩問題啊？即管喺留言再問我，我拍俾大家睇。拜拜。